你走吧。这个杀人如麻的人，你懂什么？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我不懂。是啊，我怎么可能懂一个又冷血又杀人如麻的人？放开我！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谁伤害了你，就得死。你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为了我杀死他们，我要感激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为了救我杀他们，我就把命还给他们。你敢！你走吧。总算找到你了。既然给咱们报了平安，你就安安心心的等待就好了。这万一要是你的身子出点什么问题，女儿回来可就不高兴了。我就是希望她安安心心的嫁人，自此以后能够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过一辈子。谁知道她总是陷入事端啊！我知道，虽说是吧，咱们孩子挺多磨难的，可是我相信，他是一个有福的孩子，将来一定会幸福的。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然然，哎，二哥吩咐过了，不让进。哎，爹，老二在给然然诊脉，咱们稍微等一等。诊脉？然然怎么了？爹，秦朗送她回来时，妹妹就已经陷入昏迷了。二哥，妹妹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妹妹现在很虚弱，大家不要进去吵她，我让天儿在里面陪着她。娘，爹，我们晚些时候再过来看她吧。初儿，爹就看一下都不行啊？是啊，你确定妹妹没事吗？爹娘放心，二哥说没事就没事，让妹妹好好睡一觉吧。走吧。别，我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，我就看一眼，好吧？就看一眼。初儿，你让我进去，我看一眼吧。走吧，都走吧。阿如，然然，阿如，然然，不要日雪！然然，怎么了？然然，表姐，阿如她死了，她被日雪杀死了，表姐。她还杀了好多人，她还杀了好多人，表姐。阿如，夏二守着那株花快3年了，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他的毅力。他对小师妹的好，
估计连小师妹自己都不知道吧。苏冉冉，她真幸福。是啊，不过小师妹值得别人对她好。哎，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原来我还可以坐在这里静静的欣赏风景。为什么？我姐姐不见了之后，我娘郁郁而终，我爹避而不见我，师弟们怕我伤心，就老是给我惹麻烦，所以我就一直忙，一直忙，忙到最后，发现都没有时间难过了。那这些事情，你和苏冉冉说过吗？她呀，她比我还惨，她带着剧毒出生，我们都说她活不过8岁呢。不过多亏了素女姑姑，她才活了下来。但是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。什么代价？素女姑姑用金针压制她的毒，并且抹去了她的一段记忆。可是那段记忆会要了她的命，所以那个人才会那么痛苦吧？那个人，你不认识？唉。阿如是谁？孤儿。你杀了他？为什么？伤害他的人都得死。可是你也伤害了他。我知道。他哭得精疲力尽。你走吧，我怕他醒来见到你又要伤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出现在他身边。既然他忘了，何必强求？二位请慢用啊。小姐，日雪，日雪。谢谢你帮我们寻到妹妹。她是我魏国门的妻子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喝酒，秦公子嘴里念叨的，并非是我妹妹吧？吃完这顿早点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沐浴更衣之后，再来我们家见她，我想
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我站了一夜不累吗？三表哥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以前只叫我表哥，那是以前，以后我只叫你三表哥。不行。那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。看着你们俩就累。唉。冉冉，前几天你的样子